10月10日，持守誠信真實。經上記着說：耶和華啊，你是公義的，你的判語也是正直的，所命定的法度是憑公義和至誠。詩篇119篇137至138節。讓我們同來思想經上的話。公義是耶和華上帝嘅屬性，由他口中所出嘅判語當然是對的，是正直的。判語是法官在審理案件時判定重案嘅文詞，也稱為判詞或判決書。上帝以審判者嘅身份審判世人嘅行事為人、心思意念，都是準確無誤。再者，上帝是為誠信真實見證的，他忠於與子民所立嘅約，並且他更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是唯一能夠帶領我們進入真理、永恆和生命之中。故此，我們一生靠主持守誠信真實尤為重要，這樣方可避免因言行不一致而被惡人挑戰或控訴。讓我們同心禱告。主啊，你就是那位誠信真實見證的。主啊，每當我們以為已經富足，已經發了財，一樣都不缺，就會被世界嘅神弄瞎了心眼，竟然把生命建立在這世界嘅虛空裏，不是建立在主嘅磐石上。主啊，我們實在得罪了你，我們不但受了欺哄，還敵擋了真理。求主赦免我們嘅罪，再次給我們一個機會，我們必定努力學習主嘅真道，把生命建立在誠信真實裏，又把主嘅話藏在心裏，晝夜思想，叫我們的心竅習練得通達，就能分辨好歹，是就說是，不是就說不是，並且有能力拒絕邪惡，把生命建立在主嘅根基裏，藏在真理中。願我們眾人都能為主作美好見證。感謝神，奉主耶穌基督聖名求，阿門。心靈回響，我們要在主的真理中學習、遵行、持守，求聖靈堅固我們的心。